那让我看看，到底有多丑。我觉得呀，比起找工作呀，你更适合去汲取深造，然后呢，去学术部门搞搞研究，或者到高校任教也可以呀。教授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打算。哎，你家里不是让你去考公务员吗？怎么不考了？教授，我们能不能聊点轻松的话题啊？每次来都说这个。你这花不错啊。行啊，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就好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给你介绍一个你们同行的师哥。师哥？是啊，他叫江一成。哎，他应该快到了吧？一成啊，你来了。你每次都比我早到，显得跟我不懂礼貌一样。切，没大没小，坐。对了，您不是跟我说要介绍人给我认识吗？对啊，小陆啊，哎，给你介绍的师哥已经来了，你出来见见啊。来了。喝茶。这是什么特别的欢迎仪式吗？师哥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教授，师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呀？我长得丑。那让我看看，到底有多丑。小陆啊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哦，教授，我脸上沾墨汁了。教授，师哥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这。这就是您给我介绍的优秀人才啊！哎呀，不是，这孩子平时不是这样的，我还想把他介绍到你们公司呢，让你好好带带他。这他，那恐怕就要让您失望了。我不收你徒弟了。一成啊，你是不是还没有放下那件事啊？谢谢您今天请我喝茶，下次去我那儿，我请您喝。